呢個詠春良相嗰度嘅良相師傅咧係葉問宗師，喺60多年前咧嚟香港接管授徒，最初教授2位大弟子之一嘅。佢最初嚟香港教咧就係教良相學曉2位弟子。咁呢啲學員咧就係良相詠春館嘅學員嚟㗎，佢哋係打詠春嘅套路標誌。留意佢哋嘅穿馬、多馬步與呢個手法嘅配合。呢兩個節目之後咧，就葉準同學會之後咧，就山莊詠春館。山莊詠春館之後咧，我哋請個黎應就師傅準備啦，即係呢個節目之後2個節目就喺山莊詠春館之後啦。黎應就師傅，因為佢好難得咧，就今日趕翻嚟係支持我哋個節目。